有史以来上早形成的4级飓风贝罗，初一登陆加勒比海南边的岛国格瑞纳达，造成正大灾情，佮害因规个岛超过9成拢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就警示，贝罗真紧就会升级做5级，是正危险的飓风。 风台贝罗伫东加勒比海地区透强风，电南后线岛见到的厝顶也拢飞飞去。美国国家风台中心发出警告，贝罗会带来灾难性的大风雨，佮威胁性命的风暴潮。贝罗是历来上早形成的4级大西洋风台，也是6月份记录中唯一的4级风暴。其他出现真奇怪，科学家发现贝罗经过海峡的水温比平常时的温度29度加1-2度。 The water there is hotter than it would normally be at the peak of the season. In terms of ocean heat content, it looks like the peak of hurricane season. It's the second week of September. 贝罗是伫美东时间初一透早11点，伫加勒比海岛国格瑞纳达的卡里亚库岛登陆，上大风速每1点钟240公里。根据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这是150年以来所记录到下过格瑞纳丁群岛上强的风台。总理米切尔表示，卡里亚库岛干那半点钟就予扫平，全岛55%失电，部分网络也未通。Warm water is what's fueling the thunderstorms, fueling the clouds that form thunderstorm. We see that there's definitely more rapid intensification and more intense higher end storm. 人类大量使用化学燃料，让地球暖化更加严重，海水也变更加温暖。贝罗即阵的结成甲威力，拢提醒世人必须爱为地球环保赶紧行动。过去大西洋中部甲东部通常伫8月份，因为累积高压的热能，才会发展出风台系统。美国风台科学家科斯就表示，贝罗伫6月份就出现，是因为伊就是即马是9月份。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